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慈。先开始，咱来关心国际上的焦点。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被留甲咱台湾的旅游气泡重新启动了后，头一批旅客伫早暗已经转来咱台湾。通机场有规划专门的路线，即130个旅客爱执行5天加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嘛爱做2阶体检，也毋过毋免居家隔离，毋免检疫。 18暗自保留转来130位旅客，一路飞机了自采检、测验柜台到挂行李的舄盘，同机场公司甲集管署拢替因规划专属的通关路线，甲一般的旅客完全拢分开，希望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这一次有个特色，就是它绝对不会跟一般入境的旅客混流。我们要保证帛琉泡泡进来的旅客能够非常安全的 完成他们这一趟旅行。有回国的旅客讲，自有风车了，只敢若第一天有较忝，手会肿会痛，其他无啥物副作用。规个血压最近出去算，抑会当自风车是赚到。有人讲9月要搁参加旅行团，做第2季有风车。第2季我们已经又预定9月还要去一次啊。再去帛琉打。 对啊，他还有那个名额啊，就是有的玩又可以打疫苗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因为快开学了？对，就是趁开学之前。旅客只要伫机场采检了，执行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结束了机坪采检一遍，搁再继续9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无需要住防疫旅馆。第18即天的早起，还有130位旅客也要出发去帛琉，因是最后一批人做到莫德纳的旅客。 主要是打疫苗，然后顺便观光。听说你们是最后一批可以打莫德纳的。对，蛮开心的啊，就可以打到自己想打的疫苗。因为台湾的疫苗比较不足，那时程又比较不确定。帛琉方面也公告，19开始将袂阁提供入境帛琉的旅客做莫德纳，只敢若剩辉瑞甲嬌生，是毋是对旅游泡泡造成影响，也搁爱看。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国内昨天是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第6轮登记要做高端预防射的人，到昨中昼为止，加共是419000人。因为即马数量也有涨，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20岁至35岁的民众，若是想要注射的，嘛会使去登记。 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318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4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2例，无新增加死亡个案。这原来是连续4天无死亡病例。本土的病例有6例，都不是从居隔里面验出来的。好，那境外移入有5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 国内第6轮高端疫苗预约注射到拜318中昼截止，敢若41.9万人完成预约，所以指挥中心增加开放8月13、12点前意愿登记，而且是35岁至20岁民众预约登记，差不多有29.8万人符合资格。预约时间是拜318下晡4点至拜5 20中昼12点为止，注射时间是后礼拜1 23至29。已经预约的大概是已经有41万多。 所以这疫苗事实上还有剩余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8月13号12点以前意愿登记，那是35岁到20岁的民众那都可以来再来预约对着疫苗注射的人数增加，未少人原来有出国的需求。指挥中心公布个人上接佚佗的国家入境规定，其中有5个国家对咱台湾完全开放。入境的时阵，无需要提新冠相关证明，也无需要隔离，包括着比利时、西班牙、芬兰、爱沙尼亚，也甲墨西哥。去美国必须要检附采检阴性证明，也是空号证明。有在列的国家禁止一般的游客入境，包括着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尼、印度、越南、澳洲、纽西兰。另外，美国的研究是讲，莫德纳疫苗会当予12至17岁青少年来做，但是中是讲已经有家事药署提出适应症申请，不过考虑到莫德纳必须保留予已经做第1剂的人补助第2剂，所以未来开放青少年注射也是以 BNT 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会温啊往北煞，也毋过嘛是对咱台湾的天气有淡薄仔影响。咱做伙来看云图。
今日伫马祖甲金门，因为较晚方面落雨的机会会较悬，时间嘛较长，嘛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雨会较大阵。透早到顶部、西半部的沿海嘛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云较高，落雨的时间会集中伫过道的西北方，尤其是山区抑个挖近山区的平地，拢有局部大雨、上大雨的机会会发生。若对流发展较晚的时，落雨的时间嘛较晚，就会落到暗时。温度的方面，因为今仔日的云较高，各地高温大约是30度至32度。明仔载方面离开，各地又搁会转做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的热天的天气形态。高温烧热的天气会维持到拜六礼拜。镜头来高雄，咱来关心高雄桃园，进前因为落大水雨，桥防冲断去，目前也在抢救。想袂到讲有民众煞专工走去看闹热，这毋但影响工程，嘛可能会对本身造成危险。因为路也未通，相关单位即马是决定讲，南怀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即马要开放予调伫山区的民众通行。高雄桃园民霸客路桥初七雨玉水溪土石流冲歹去，到即马也不是有土石流，地势着变道抢通，也甲落落水代表石基井的搜救几路变中断。无想到有民众特别上山看土石流，警方加强管制。旅客请勿这段期间请勿上山，以免造成救灾人员的困扰。加上我们在南横公路93K 已经开始管制了。土石流无已经发生，增加便道抢通难度。福兴里农民要克服生活加用果维持收入，除了赶紧将金峰山啊做水果赶来卖，也因为新鲜的水果价格较悬。桃园区代表也甲实践大学这单位共同合作，想要用无人机运送山啊。台湾希望创新那边直接去修改它的通讯，它会用4G 的通讯来做数据的传输啦，来弥补讯号会遗失的这个问题。我们测试成功之后，预计最多会用6台轮流飞。无人机顶把一箱山啊试飞，经济明表示，各团队当地拍拼解决飞行信号的相关问题，希望上紧这礼拜正式开始。公路总局甲区公所、市政府这单位共同参详，开放民众甲公所申请造册，第20甲21两天分推出，由南横公路往台东的方向离开。我们会采街路通行的方式来协助民众脱困。第二个，我们也预定了这次的紧急脱困的首批的时间呢，是在8月20号跟2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2天。今月通路路线是长桥北边的南横公路梅山口一路往天池，再搁接台东向阳路段这段路，因为路途中也搁有真侪崩塌的所在，还搁伫修理，通行风险真悬，所以将由公路总局安排介护通行。公路总局强调，会听候天气稳定，也搁会加紧抢修变道，到时阵我会看情况决定紧急路段是毋是继续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的重点，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是来看联合报。当冲税率的优惠自本是到年底为止，行政院讨论证券交易法条例修正草案，确定讲要延长3档，税率是一次减半，是1/1000.5%。行政院会通过了后，就会送去立法院审议。来关心自由时报，今年中秋休4天，有4天的连续假期，对9月18到9月1日。高铁有加开84班落南的列车，也有95班上北的列车。明仔载开始会当开放予民众注文。中秋的运输期间嘛会卖对号座位，载客率会控制伫7成，以及每回座。啊，毋过同款有早教的优惠，也有大学生的优惠。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规定讲，幼稚园甲补习班的人员，一定做好预防针14天了后，才老师才当带学生。若无就爱甲体检阴性的报告。劳动部是表示讲，若是劳工无法度做预防针，而且佫无做体检，造成无头路、无石头、无钱通赚，这真是袂使怪头家的，所以袂强迫头家伫这段时间爱付薪水。啊，毋过体检的费用，政府是建议讲，应该是头家人爱来出，袂使因为安尼靠员工的薪水。昨昏本土病例是拢出现伫湘北，台北市有4例，新北市有2例。台北这2例是伫工作场所画到的，其他是还咧找感染源。啊，那学校的部分即马确定9月7日会开学，湘北嘛针对开学了后的防疫措施有提出规划。
新北市18增加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因为陪太太看医生检测出阳性确诊，另外一个是病院看护8月70PCR 体检阴性，啊，不过8月17PCR 转做阳性，CT 值是77.05。所以这2个个案感染源都还在厘清当中，所以我们接触者特别跨了57人，居家隔离有11人。那接触者我们都快速的采取 PCR， 目前采到 PCR 都是阴性。台北市增加4例，其中2例感染源各类调查，另外2例是职场感染，除了1例是台电案，另外1例是发生在北投职场，来自新北市的花莲旅游团的指标案例15970，除了进行传染活动数15971。18个增加1名，15991，市府已经扩大扩列106人，安排到防疫旅馆居家隔离。如果不影响工作效率，还是居家办公算了。因为像一下子整层楼全部抓去隔离，一隔离就几10个，我想对公司恐怕伤害更大。另外9月就会开学，台北市表示学生请防疫假伫厝上课规划以天为单位，无上限，以2礼拜为范围慢慢修正。另外，确实学生确诊要如何安排隔离等应用措施，相关局处19会进一步确认。针对这些这个有确诊的学生，他周边的这些同伴。那如果说要进到这个防疫旅馆，相关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有一个更专业的讨论。新北市是团处学校，因为假班起价无法度准备充足数量。新北市教育局长丁文明表示，目前已经有1/3学校准备好啊，相关经费这礼拜就会核定，各校会伫开学之前完成相关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电发生群聚感染，这是1个月来有出现3个人确诊。台电嘛甲公路站的员工要求做 PCR。另外，台北市政府有去台电大楼设快筛站，替2500外人做体检，其中有1个有新的员工，进前是防疫做自主健康管理，验过16个时，伊的身体无爽快，体检了后确诊。等待医护人员通知台电人员接受快筛检测。台电爆发群聚感染，伫公馆的总管理处大楼1个月内出现3件确诊。台电加强全栋大楼清洁消毒工作，同时针对案例发生的楼层甲确诊当前接触者全面PCR体检，已经完成176人检测，也扩大检测电力调度人员的体检300多人。3个时间里面有3个确诊哈。那基本上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群聚所以我们是它在第1个、第2个时候就有匡列一部分，那有一些列为自主健康管理。他是当公司有发快筛剂给他，他那天有点不舒服，那筛出来是阳性之后，他就到医院去做 PCR 检定，确定他是确诊，而且他的 CT 值只有11，那这一点是比较令人担心。台北市快筛站18进驻台电大楼，针对2550个员工企业快筛，确诊员工工作的楼层全面净空3天，扩列67人居家隔离。1名确诊者员工是有新的护理人，是前一波被列为自主健康管理者，10日身体无舒时，使用公司提供的快筛剂出现阳性，迄一天下晡就去病院PCR检测阳性确诊。这个办公空间，各位看到这个黄色的区块，除了原来被匡列居家隔离的 A 部门，现在是全部同一办公空间的全部做居家隔离。指挥中心建议台电分流上班，台电全部总管理处大楼分层分流，一般同事居家办公。台北市卫生局要求总管理处大楼配合3级管制到9月13，避免感染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完整做过2档预防针，搁过14天，看起来保护力应该是真有够，也毋过刷去喂着病毒，这或者突破性感染。咱国内有9个人做过2档 AZ 预防针，嘛是去喂着。另外，以色列即马有研究是讲，做过2档 BNT 的预防针，让146天，等于是5个月了后，保护力就会降真侪，而且愈侪会风险愈悬。伫台电群聚感染当中，有1名确诊者是有新8个月的护理人，已经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意思是国内第一件突破性感染个案，也就是做过2剂疫苗满14天，有缘确诊。不过指挥中心澄清，这名有新的护理人无算是完整做疫苗。8月13号，这个打了莫德纳疫苗第2剂所以等于是说他是8月14号发病，所以并非属于我们所谓的完整接种的一个个案那应该也不算是我们突破性的一个感染。
发言人曾仁祥指出，目前国内突破性感染案例有9例，因做的疫苗2剂拢是 AZ， 而且超过14天，其中3例是英国 Alpha 变异株，5例是 CT 值比30较悬，疫苗突破率差不多是 0.0013%。因为Delta变种病毒来势真强，佮引起真济国疫情流行，也出现完整做2剂疫苗有感染的个案。国内工会专家分析，以色列上新研究发现，完整做2剂辉瑞疫苗了后，超过146天保护力就明显下降真济，年岁愈大风险愈悬。在部分年龄层的部分，原本是大概 2.4 左右，然后在施打146天以内的话，则是只有1% 左右。风险倍数呢，也是随着年龄别而持续的上升。可以看到，在18到39岁这个族群，原本是 1.7 倍左右，而在60岁以上的部分的话，则相差到了3倍。伫冰岛有9成民众做疫苗，不过最近发现，当地本土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疫苗突破性个案，染疫比例以做较升上济。再其实 AZ 辉瑞甲莫德纳，而且大部分是20到39岁少年人，有7成做过较升疫苗。冰岛政府要对做较升疫苗人对加做 mRNA 疫苗来加强预防Delta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3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891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已经超过1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7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635万例，法国是超过658万例。镜头来纽西兰来关心纽西兰的奥克兰17日时出现一半冬来因头一个本土病例，落尾又搁新增加4例。当地政府唔敢大意，即马虽宣布讲因全国要封城，要封3天，若确定病例要去过城市这所在，爱封1礼拜。另外，日本的疫情嘛愈来愈吃力，日本首相菅义伟嘛有提出3大防疫政策。真正讲要甲病毒拢挡伫咧国外，明年开始才会慢慢开放边境的纽西兰，而且人口上最城市奥克兰就传出1例确诊，因为这是半年来第1例确诊病例，当局正注意，直接宣布18日开始实施第4级防疫警戒，全国封城，确诊病例去过所在爱防搁较久。Level 4 will be for initial period of 3 days, except for Auckland and 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who we anticipate will likely be at level 4 for 7 days, due to them being most closely linked to our current case. 这边确诊的58岁查甫人，就会等伊的基因定数报告出来，才能确定是毋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卫生部门也伫咧找感染源，若是全国封城，除了民生基本服务，所有学校、办公厅甲企业拢爱关闭，以免有更加侪人感染。受到Delta病毒的影响，疫情严重的日本，除了伫17日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城市增加到13个以外，防治断线的重点措施城市也增加到16个，时间拢自20开始到9月12。不过一直实施緊急狀態，民眾攏麻麻。もう正直今までと同じような出し方であればもうあまり影響ないのかなと、もう皆さんもう麻痺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またかみたいな感じで。だからちょっと今までと違ったような内容にしないと効果は少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日本首相菅義偉17開記者會講，疫情即馬擴大甲正緊，會推動3個指條防疫對策，包括愛確保有夠的醫療量能體制，一個就是防疫對策加鼓勵自防射。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来关心Delta变种病毒影響美國，根據路透社報道甲統計，美國估計一個死亡人數超過1000例，差不多是每點鐘就有42個人死亡，而且攏是發生伫預防射注射率較低所在。美國即馬已經宣布講，9月底開始要開始做第3檔預防射。路透社報道時表示講，美國過去1個月胃病死亡的人數向增加，這嘛是今年3月份了後，佫出現高一日死亡人數超過1000例以上。過去的12天，美國平均每天攏有超過10萬個人確診，
这是创下半冬来新高。美国政府即马按算到明年正月进前，伫飞轮机顶抑个火车、巴士这所在，拢强制爱挂喙安。美国的 CDC 嘛发出声明表示，9月底要开始加注第3档预防针，甲第2档中午一定爱让8个月。若顶个月已经开始咧注第3档预防针，以色列即马是显示讲初步看起来是有效果的，因为加注第3档预防针保护力会当达到86%。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上海传出本土病例，是一个已经做好2档预防针的一个医护人员。中国官方唔敢大意，惊疫情摊开。来关心法国的居民众出入咖啡厅、电影院，也是坐火车、这公共场所的时，拢一定爱甲提出健康通行证，表示讲你做过预防针。结果有人为着方便去开大钱买假的证明，就是无爱去做预防针。来看阿富汗的情势真无稳定，联合国打算甲部分的人员刷去哈萨克。伊朗的总统是表示讲，因要甲中国、俄罗斯合作，互阿富汗会当稳定甲和平。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前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洪亚讲伊牵涉间谍案，目前案件也在调查。检调嘛发现讲，有一个姓谢的生理人。用做生理的名义来咱台湾，透过退休的2个军官接触其他的人，嘛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前副部长张铁平在内。北检昨昏有约谈这2个军官，嘛咧追查张铁平敢真正有牵涉在内。中共他们灰色地带的行动啊，是他们最新的一个对我们威胁的一个模式。它主要是运用非军事或准军事的手段，来企图威吓。国防大学校长张铁平前日摆台北军访伫国会先达，暗过进前互周刊表出，疑似甲牵涉强调组织的香港姓郑生理人食饭，检调出备约谈空军替5小将之摇动，替5中校卫生局，发现这2人疑似就是港籍姓郑生理人甲真济名现役退役将领的看线人，专按照违反国安法定办。整个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那相关的这些涉案情节，我们毫无所悉，也并不清楚。那我想后续我们会尽在司法的这些调查。中国国安部2011年开始指派姓郑生理人，疑似透过这2名退伍将领来台发展强谍组织，接触台湾真济名现役退役高级军官。张铁平也伫其中，除了疑似有过真济摆食饭，姓郑生理人阁锁定伊的太太谢汉秋去香港旅游，甚至去中国接受招待送礼品。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来问我，抱歉。对张铁平疑似加入强谍案，国防大学无加讲，目前伊无提出被告，甲伊太太是毋是涉案，检方无排除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1448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859例，台北市是4847例，超过200例所在有桃园，桃园是793例，苗栗549例，嘉南316例，彰化273例，台中是207例。昨昏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加强1589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87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再去上新的数字。即马政府规定讲，店内食物件一定爱采假帮，也毋过台东县政府伫顶礼拜六举办南花艺术季开幕典礼活动的时，伫户外有上百人做伙食饭。虽讲有安排座位，也毋过并无采假帮，并无倒假帮，嘛无让位坐。卫生局认为，即马这已经违反防疫规定，所以拍算要罚30万。14尾仔台东县政府伫大武乡滨海公园举办南花艺术季开幕活动，主办单位以中央防疫指引，只邀请100人参加。活动结束了后，安排来宾伫户外用餐，家己野菜，大家坐做伙享用自助餐。这款的周边，互餐厅业者看了真心酸，因为防疫期间严格规定，餐厅甲夜市内容需要采棉花做，还是设置假帮，毋拿开钱买设备，也缩减人流，减少营业收入。也毋过政府的活动却无做到。店家们都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做防护啦，
那个政府在户外办活动相对也是要照着这样子的游戏规则走。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文化处18出面回信里，表示迄天无好好要求承揽活动的厂商以防疫规定办理的负起责任。台东县卫生局调查，活动确实违反防疫规定，以传染病防治法对承揽厂商罚款30万。这个隔板还有座位的这个密度过密的部分，是我们当时考量不周，所以造成今天这样违反防疫规定的状况。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经过我们厘清调查之后，发现文化处委托的业者他并未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相关规定，做好整个防疫的动线规划。承办厂商也承认有疏失，不过外界对这个事件也是真袂谅解，因为台东县已经69天零确诊，即马观光客去涌入，只要有一个小细节无注意，防疫就会曝光。希望县政府家己会当带头做好。记者综合报道。那澎湖县是对16开始已经取消伫机场的快筛，昨昏嘛宣布讲，对昨开始伫店内现食食物件，唔免采假包嘛，唔免浪费济。澎湖县政府是表示讲，会安尼规定，会安尼宣布，是因为澎湖已经有8成民众拢做好预防针。游客去到马景机场陆续出站，澎湖16起取消机场快筛。就体检天数加上疫情缓和，也互去的游客慢慢的增加，航班得以增加。航班在8月16号之后，由每日的20班增加到28班了那也有观察旅客是有逐步的一个增加。来到市区有一寡餐厅业者又认为起早转去无内容，也毋过也有业者摕掉餐桌的假包，准备迎接内容游客。因为澎湖县政府宣布18起开放餐饮内容免假包加安全距离。观光客你东西买了要吃，怎么可能每一趟都是买回民宿才？有2个多月都没有营业了能够接到这个消息，当然大家都很高兴。用餐便利度增加，互游客甲店家拢真欢喜。不过当地居民却有无同的看法，欢乐小径开放可能带来防疫温忧。有好有坏的，太快了。是打疫苗，打80%多，对，但是外来客，我们还是会担忧。澎湖是观光大县，当年5到8月是旅游大月，也毋过疫情影响相关产业，考虑县内经济甲国内疫情缓和，县府连续取消机场快筛甲放量内容，就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游客来，互店家有生意通做。疫苗施打率有将近80%，决定要开放，让餐厅这边我们会取消隔板，还有社交距离。圆桌式的或合菜式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业者，真正的受惠。县府强调，虽然放量内容，也毋过游玩会无定期稽查，要求游客甲业者遵守相关防疫规定。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显然无啥认同，强调保证游玩伫利益境界，会当做的都爱做，若无一旦疫情发生，就非常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顶一日落大水后，农业损失是真惨重。即马叶菜类还有菜色价数是直直起，报告过来已经去6成，一把青菜爱50块银。这个礼拜日就是7月半，中原普渡爱拜拜。农粮署讲会甲冷冻的菜色搬一寡出来，稳定价销。来市仔买菜，一斤番薯叶啊爱80块，2把硬菜90块。进前中南部落大雨，影响较大，各项菜拢贵松松，葱仔上贵，一斤起到130、140，民众紧来紧去，都唔敢买伤济。怎么说就是很贵啊？嘿，这涨得好多。包菜是55块，55块。平常便宜的时候10块钱也有，大概涨快一半哦。所以那阵子怎么办？就是也会买，但是少一点。菜价到底起偌济？来看数字，台北菜市大卖价销，7月拄开始受灾的时，1公斤平均34.8块，刷落来就一直起，到17已经到55.5，差不多起6成。18有甲落价，毋过55.5块已经创下历史第2悬的纪录。这阵啊天气好，菜贩啊讲菜市已经豆豆啊咧落价。无落雨，伊个菜会较紧大，若大伊就落来，伊就价落来，袂讲足贵啦。
农委会表示，即摆大水祸造成中南部菜苋甲龟仔类受害3至4成，即马菜农已经复耕，按算月底会当收成。另外，卖释出冷冻菜苋，互民众买会到较俗的菜。记者大家文为做高雄报道。虽讲即阵咱国内的防疫警戒已经降做2级，也毋过国内的观光产业也未恢复，因为真侪民众心内也是胆惊。观光产业即马是希望政府除了推出振兴5倍券，嘛希望会当亲像去年同款，增加安心旅游补助。立即防疫期间，虽然开放国内旅游，不过最近发生花莲旅游团感染事件，本地恢复状况就无介理想的观光旅游业又搁退转去关店。以目前我们的这些业者呢，都还没有接到太多的团，甚至就一些少数的零星。更何况最近的这个新闻哦，也是给我们一个重击哦。民众旅游的意愿变保守，搁过无偌久，就是中秋连续假期，业者真烦恼无人来，有人呼吁政府赶紧伫休假进前发振兴券，搁较希望比较去年提供预算，互观光发展基金结合振兴券，互消费者来使用，因则会当甲这阵仔的损失赚回来。对观光来说，我们仍然是希望观光局能够有拨一个预算，让旅游业能够在安心旅游的部分能够再来操作。业者讲，去年的安心旅游，政府结合饭店等等，互民众过暝有优惠介绍。迄阵投资90亿，创造约630亿的消费。希望这届5倍券会当依照早前的模式，针对业者的诉求，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已经有听到相关的意见，会搁向行政院来争取。记者陈阿文调随台北报道。关心香港的民主，咱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甲关心人权的画家林真美有合作，邀请民众伫网络顶头，嘛使用图来甲香港祝福。日本画家嘛有专工来响应。黑白黄色的地图顶头写“我支持香港自由”的英文字，也有画伫咧光影内底的violin的精灵，表达老张树瓦搁再重新画过来的希望。这分别是日本出名的插画家 George Arai 甲伊西希德克，为着响应咱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网络声援香港所画。就朴实的物件，啊，毋过呢，伊就是马上会使你互人感动。就我知，就是足侪香港的朋友，伊嘛拢看到啊，伊其实嘛拢足感谢大家安尼甲因支持。香港伫咧今年6月份，城市纸本的《苹果日报》去红标价停刊，8月19民定解散，加上最近香港民主派人士小连续去海外寻求庇护等等，学者表示，香港会当讲是90%失去自由啊。不过，声援的力量定定会当互北京有压力。咱即马透过种种的这种小小的活动，事实上，咱甲香港即马咧受苦的代志，要讲互即个世间的人知，互人唔通袂记哩。即马即个时间咧变化真紧，无定1年2年中间，世间有真大的变化。迄当阵啊，香港的问题就有法度解决。用插图声援香港，国内也有真侪作者是咱20-30岁少年画家，这2年拢和国家人权博物馆斗阵用画笔画出人权精神。除了创作者端的培育，我们也希望跟出版社合作，我们一起针对人权议题的一些绘本来进行出版。人权馆表示，虽然网络串联活动已经伫咧7月底结束，不过即马要继续来谈，已经累积超过98图，众人拢望用艺术继续替香港留一线希望。记者民警林学凯新北报道。有一个文创团队用咱台湾在地3个传奇故事编出台语的囡仔歌、台语的囡仔绘本，用台湾话讲咱家己的故事。发生伫詹文溪的百足情人夜光灯传说，上后找物件的虎城西罗灯利亚，阁有用马戏团的摇白菜，一篇一篇精彩的囡仔歌，即阵会使透过有声绘本来trình bày。利亚是新明的家境将军，虎城西罗灯的利亚，上爱甲囡仔耍美小吹啊！一般市面上较常看到国外的动画册，有团队参考台湾风俗志，加上实际访问调查，推出台湾本土的奇幻故事。100多前台湾人这故事，其实真侪拢一定失去啊。迄是过去咱生活的一寡资料、一寡物件嘛吼，啊，即马失去，咱
倒转去甲找倒来，互大家了解咱过去到今嘛的故事是生做啥物形。张世和表示，伊细汉就听真济新民的故事，参几啊个，这故事也代表着台湾的文化甲民俗。希望透过有声册，用行动活泼的囡仔个，和台湾文化卖长进。咸卤王够利啊！对我来讲，我就是咸卤王是毋是爱加淡薄啊？迄个威严利啊，就是我着用迄个小可用个性啦。利啊是安尼，咸卤王是安尼。虽然有压落的部分，毋过敢若有听到另外一个情绪。张世和为台湾文化出发，写出本土的囡仔歌。绘本也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立委林昌泽、作家黄月水、知名配音员陈宏雪，用台湾话讲出上在地的传奇故事。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家人报道。世界真心实来看，一般咱咧看到的机器人行动拢是硬正，也毋过美国即马有一款新型的机器人，会走会跳，佫会拍练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卖。倒架平跳快速通过下高障碍，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亚特拉斯的新影片展现跑酷选手溜达新手，面对极限体力王的障碍地形，无论是立大力远跳、10几公分宽的平衡木，拢会当做到。但步不稳，也佫会当家己修正平衡。两区机器人最后以两个向后拍练等完美落地。也佫真漂泊，拍掉身上的头粉。这款的研究，毋但是互观众发展欢喜，也是为了替工程师最佳化控制甲监督系统。First, how do we build a high power density mobile robot that's capable of extended athletic behavior? How do we design control algorithms that can create a variety of behaviors and control them robustly? And how do we connect perception to action in a way that both captures long-term goals like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nd short-term dynamic goals like adjusting footsteps and applying corrective forces to maintain balance. 亚特拉斯机器人身高125公分，重大约86公斤，使用电池动力甲液压驱动。这已经是伊第3期跑酷影片，展现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技术实力。虽然外形无啥物改变，平衡甲流量都可升级。当然背后是真侪摆失败甲修正调整的累积，无爱进行，互人也会笑。It can be frustrating sometimes. The robots crash a lot. It's not the robot just magically deciding to do parkour. It's kind of a choreographed routine, much like, a skateboard video or a parkour video where, it's an athlete that's practiced these moves dozens or hundreds of times even. Learn a lot from that in terms of how to build robots that can survive, falling on their face and getting back up and doing it again. We also learn a lot about the behavior, the control. 波士顿动力公司经过Google等认证头家，今年6月互现代汽车买去，希望将相关技术用伫自动驾驶、工厂、甲物流、城市空中交通等人工智慧项目。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来关心环境，因为气候反常，现此时真侪所在拢在火烧山。美国的北加州、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拢有。伫加州的北部有一个小镇已经规个烧了啊！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法国的南部火烧山因为真大数火四界炭，嘛造成1个人死亡。火伫强风的座点继续向4棵位的森林拖烧，消防员全力拍火。为因远远看山顶庆祝阵阵浓烟，经过中旬开始的迪克西森林野火，到目前为止也无停止的现象。除了火场附近的几个镇，由电力公司决定切断电管以测安全。估计大约有50栋厝风烧掉的小镇格里斯佛利拉兹，伫州政府紧急状态之下，民众将会当刷走的家产拢总用车载走。Most of us live here. Our homes are here, and we don't want to lose our stuff and our lives. 另外，地价同款的景象也出现伫法国南部的圣特洛佩，原本是美丽的观光胜地，即马煞陷入火海，甲看袂到边际的浓烟中。当地附近度假的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赶往现场慰勉消防人员。11 Canadair ont été mobilisés sur ce feu, là où la France dispose de 12 Canadair. Ce qui vous montre à quel point l'effort national a été conséquent sur ce feu, qui était le premier grand feu dont la taille est extrême. Ce qui montre aussi que grâce au travail de l'ensemble des équipes, nous pouvons disposer de l'intégralité.
地中海即笔火为西边的法国、西班牙、甲葡萄牙一路烧到意大利、甲希腊、土耳其，位伫地中海东岸以色列也无法度避免。面对17000公顷以上的火场，75名消防员甲10只消防泉水发电机真歹应付。以色列政府当透过外交管道向国际救援，目前已经有希腊点头同意。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今仔日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伫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